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5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疫情转好，23了后可能会放定部分的防疫措施。咱国买莫德纳疫苗今仔日下晡送来台湾，有24万多人。海地发生规模7.2的地震，已经有300多人过往，1,800人受伤。总统蔡英文只是捐50万的美金，咱国的搜救人员目瞪伫太平。民兵组织塔利班已经攻下阿富汗一半较低的国土，首都嘛受到攻击。美军派直升机赶紧撤离大使馆的人员。咱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仔日国内是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无死亡的个案。指挥中心表示，在8月23了后，可能会放定部分的防疫措施。因为咱国家己买的莫德纳疫苗，今仔日下晡是送来台湾，有249600人。指挥中心表示，所落来会安怎分配，会阁详细来计算。不过一定会保留医护人员第2档的额。在24.96万机莫德纳的华航飞机，礼拜日下晡4点10分顺利降落桃园国际机场，接配疫苗是台湾买莫德纳第6批。风险检验爱10个工作日了后如何分配？指挥中心表示，会个详细精算，医护人员第2机一定会保留。需要第2剂的也会保留一部分。那尤其在我们在等于是医治医类的有职登的医护人员我们也准备让他们进行混打。国内礼拜日增加2例本土个案，伫台北市甲新北市，另外7名境外移入无增加死亡个案。指挥中心认为这是5月本土疫情爆发以来低点，因为最近1礼拜拢是个位数确诊，会评估依照各地风险无同，各放定部分措施，按过短期内各降级的可能性无悬。下礼拜整体要降级我认为这个还是不够，观察时间还是不够。那但是呢，对于特定一些区域做相关的一个松绑，如果在指引上面可行的话，那我们会认真的考虑。台湾最近出现感染新冠肺炎了后，脑部损伤失去记忆的个案，指挥中心表示这是罕见个案。专家分析国际对新冠肺炎后遗症的研究，上侪也是呼吸功能受损。目前也看到Delta病毒在国外后遗症好亲像较侪，不过国内Delta案例较少。这要搁观察国际上的研究。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今仔日新增加1个本土病例 ，CT 值是37，是较无传染力的。因台北市今仔日是有2个确诊，1个带病入境，其中1个确诊者是住伫网甲越南籍失去联络的移工，目前感染源还阁当地调查。因另外1个是伫台北市大安区的一间甜露店的员工确诊，目前是扣列65个人做居家隔离，其中有57个人的核酸检测是阴性。台北市大安区一间点心店有确诊者行踪，这个案是业务。食外口较济，接触者也济，扣列65人居家隔离，57人PCR阴性，还有8人爱等结果。台北市15增加2名确诊，1名境外移入来自立陶宛，1名本土个案是住伫网甲越南籍失联移工感染源，还阁调查。本土病例呢是40多岁的女性，她是越南籍的。那由于她没有合法的这个移工的身份，没有合法的居留身份，所以到桃园的移民署寻求协助，希望能够回国。那目前我们也匡列跟桃园市一起来做疫情调查，那总共匡列接触者有7位。新北市15增加1个本土个案，住伫新庄感染源，还阁调查。目前扣列8人居家隔离，这个案是12去病院探病时阵检验出来 ，CT 值是37。筛检出来 CT 值已经达到37，所以在传染力上是比较不具传染力，所以这应该属于一个旧案，跟他同治的先生、孩子们。全部到现在为止 ，PCR 都是阴性。新北市公布确诊者行踪，因595例，初2甲初9伫台北市兴德市场，初3、初4甲12是伫桃园市台南市场。永和社区群组感染，为初9到14为止已经采检1869人，采检出2人确诊，加上原来3个确诊，总共5人确诊。侯友宜表示，虽然无新增加个案有效控制疫情，也鼓励大家赶紧采检，找出稳定传播链。记者综合报道。咱国的友邦海地伫当地时间14透早发生规模7.2的地震。根据上新的消息，目前已经有304个人不幸过往，超过1800个人受伤。
海地总理行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因那总统蔡英文是指示要捐50万的美金给海地。因那消防署甲彰化县的消防队50个搜救人员嘛，当伫咧台面当中，而且目前已经安排华航的专机，等外交部甲海地政府确认了后，有需要到3天就会随出发。这查甫人真细致，半开头照，所以气这查某囡仔位于地棚当中逃出来大声哭。另外，有一群人徛伫受损的建筑物头前，无共具，可能无来看到这间厝。同款的情形伫在区各地拢出现。海地当地时间14早起，差不多8点半发生规模7.2的强烈地震，震央伫西部都市南圣路易斯，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多上任无偌久的海地总理亨利承诺要调动所有应用的政府资源投入救灾，同时伊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为期1个月，各呼吁民众都爱团结。Gouvernement prend décision décréter état d'urgence sur l'ouest, le département du sud et le département des Nippes et sur la Grandas. 街路一直传来哭声、倒去的面体，也佫有壁离个真大片的教堂，围观的民众唔敢转去，因为一直发生难产的地震。面对戏剧化的局势，尤其海地11年前伫首都附近也发生过规模7的地震，迄时阵地震造成超过10万人死亡。台湾佫派出空军 C-130运输机载送物资，佫派出救援队去救灾。如今海地佫拄着大地震，总统蔡英文指示捐50万美金，佫提供海地政府必要救灾甲灾后重建协助。驻海地大使馆继续联系海国政府，海地政府一旦向我国提出需求，在条件许可下，可随时前往协助。消防署决定派出苏军部特种搜救队甲彰化县消防局搜救队50人抬兵，就等外交部的通知。台东火人赈灾基金会协调华航调派专机，携带搜救犬1只，还有5吨的救灾救援的装备器材。搜救队佫准备生命侦测装备，亲像野心、声纳甲最新一代生命侦测雷达，破坏油压器材，希望对海地赈灾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高雄桃园山区的消息。明北溪路桥车7口大水冲登去了后，公路总局是真拍拼伫咧修理。不过13佫拄着水崩山，进前的进度是规个乌有去。礼拜下晡，公路总局找专家学者来斗3工，讨论调整施工的方向。另外，伫咧山区的居民因生活的物资，也佫有基本用的雅士，公所按算先用流浪先甲因载起来。因若失去联络的食义诊代表，到呾是也未找到。2分钟的土石流，互公路单位对8月初7规礼拜辛苦拢乌有去。明北溪路桥变道原本有期通车的时间，应提早到20，要过13个土石流，甲抢通的所在拢冲歹去。即阵虽然无全面来停工，不过只好在昆河单较安全的地点来施作。为了加强这个安全甲桥的品质，公路总局15下晡找成大教授来协助。看能不能提供更多的一个预警的一个方式，抢通的时候，行走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行走的方式或者什么管理方式，会对用路人的行为的安全性可以更加的提升。公路单位希望经由学者的建议，调整施工的方式还是地点。首先，先甲施工的人员甲机具有经thiết立的时间，对原本的2分钟，延长到5分钟左右。第三顶的民众即阵上欠雅士，公所也建议先用流笼来运补。流笼架设也要稳定的一个基础，所以也考虑到对岸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很安全，所以一定要实地的那个勘察一定要实地勘察才知道。区公所表示，进前莫拉克洪灾了后，当地民众也捌使用流笼来出入，不过为了安全，爱详细找适合的所在，恐惊袂伫这2天就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的消息。目前伫太平洋的热带性低气压，按算刷落来会豆豆向菲律宾的东边来行。气象局表示，因为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离台湾还真远，所以对台湾暂时未造成影响。未来路线的变化也真歹讲，爱等到18、19迄卡斗才会较明显。日头正炎，天气正好。15开始受到太平洋高压慢慢向西边过去的影响，全台湾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中昼过了有西北风的热天的天气形态。不过气象局提醒讲，伫中南部沿海地区，透早到早起这段时间，
会有一寡短暂雨或者是雷阵雨。过头了，大台北地区也个各地山区受热对流发展，天气变化较大。那其中大家要留意的就是在午后雷阵雨发展或者是影响的时候，容易有局部的大雷雨出现，那也容易造成短时间内很明显的局部雨势，那甚至伴随一些强阵风跟雷击的现象。目前伫咧太平洋的热带性低气压是稳定的向西平，慢慢向菲律宾以东到台湾的东南方海面线震动。气象局讲有可能会变作轻度风台。不过，因为目前离台湾有超过3000公里，也阁真远，所以变数也阁真多。未来短时间内，它会先逐渐向西移动，但是在未来几天都还是离台湾非常的遥远。那以目前的资料来看，未来它向西移动之后，到通过关岛，也就是大约下礼拜3、4的这段时间之后。后续的路径变化，目前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若是讲是变做风台，将会是今年第12号风台奥麦斯。气象局讲，在短时间内，无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是毋是形成风台，暂时拢对台湾无影响。所以伊行的方向甲变化，才会等到18、19才会较明显。记者综合报道。美军都要全面撤离阿富汗啊！即马阿富汗的局势是真紧张。民兵组织塔利班已经攻下一半较低国土，就连首都喀布尔嘛开始受到攻击。美军目前已经紧急派直升机，要赶紧撤离大使馆的人员。美军要18月底对阿富汗撤军，不过由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权却是特别倒啊。极端武装组织塔利班连日来一直逼来，已经攻下超过一半的国土。15更加是农民小战，直接把东部的大城加拉拉巴德摕来。BBC 指出，塔利班已经接近全面掌管阿富汗，就连首都喀布尔也已经开始和塔利班对四面八方来包围。阿富汗总统甘尼则是发表电视演说，表示重新来整备军队是当务之急，讲这在进行自伤，并且释放来结束这战争。不过并无讲到家己是不是落台，不过上可怜的就是这民众咯。از ایران به خاطر جنگ آمدیم. جنگ‌ها بسیار شدید بود. مردم‌ها همه کس آواره و در و در اینما تو به هر جای خود کشیدن که از جنگ‌ها چون جنگ。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伫阿富汗的美国人赶紧来出境。这是美国总统拜登更加授权加派1000名，总共出动大约5000名美军，并且出动直升机协助使馆的人员，也有甲美军合作的阿富汗人员平安来撤离。喀布尔卡塞国际机场出现真侪人，赶伫首都落入塔利班控制进前，赶紧离境。另外，伫银行这边是有真侪民众小钱排队，要将户头内底现金拢领出来。فعلا پیش آمده هیچ تضمینی وجود نداره که افغانستان به کدام طرف روان است و جنگ ها شدت میگیره روز به روز مخالفین پیشرفت کرده میره ما همراه خارجی ها کار کرده بودیم خودم مسئول احساس نمیکردیم تشویش بود یک استرس با ما ایجاد شده بود که بیا چی میشه سرنوشت ما چی میشه面对这个可能出现的真侪难民，尽管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维持边界开放，不过土耳其已经加强甲伊朗的边境管制做法。另外，美国总统拜登也声明表示，若是阿富汗军队无都甲家己的国家守条例，美国搁再派兵1年也是5年，拢袂有任何的改变。你一直无了时来介入北国的内战的冲突，对伊来讲是无都接受的。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咱最近真接伫讨论的进行5倍券。消基会今仔日针对5倍券的议题做网络的民调，2万多人内底有9成的民众希望政府会当发现金，无甲1成的民众是较爱领5倍券。大部分其他会当领现金的民众是感觉讲，发5倍券的行政费用其实会当省起来，安尼毋若较环保，嘛会当帮助一寡店头或者是单。政府当规划要发展行5倍券，消基会发布网络的民意调查的结果。为8月12至14，48点钟内有21003人次来回答，有90.2%的民众希望会当发现金，有9.2%的民众希望收到5倍券。若希望收到现金的理由，支持度为悬到低的理由是，希望卖讨这行政费用，会当直接来使用，嘛较环保，而且无使用的期限会当欠起来，或者是做其他用途。嘛有人认为讲，会当避免领5倍券的时阵造成均资，而且发现金佫会当帮助较细间的店头或者是单等等。5倍券的成本既高，限制也多，同时呢，它的环保的讨论批评也很大。这个调查嘛公布支持发5倍券的理由，支持度为悬到低，包括若要帮助生活有困难的人，会当采用纾困的方式。5倍券是开钱买，一定会摕来消费。
也让业者会针对五倍券推出各种的优待活动来吸人客。五倍券买当存款来使用，产生振兴经济效果。嘛有民众认为讲，会当达到短期内刺激经济活动的目标。有经济学的理论甲实务为基础，这个效果并不是现金就会当达成的。62.9%的朋友们啊，主要就是认为说5倍券啊是用来振兴经济、刺激景气。如果要救贫救急的话，应该要另外采取纾困的手段。有学者为学术角度来分析，那发现金会当创造较大振兴经济的效果。现金所能够普惠的交易范围，还有交易对象，特别是对于这些小型的其他摊商等等，甚至于一些自营业者，其实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针对消基会民调的结果，行政院目前也无回应。也拿5倍券政策的内容，行政院长苏贞昌16会先甲民进党立院党团沟通讨论，听各界意见了后才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咱来看在地消息，南投一直有一个农场引进一种外来种，叫做粉带乱枝草。因为伊开花的时阵，规片看起拢粉红色的，是水果，民间嘛甲伊号做是粉红草。不过，这种粉红草是真敖生炭，恐惊会危害在地生态。目前农委会已经把这种粉红草列作是有害生物，要求农场的业者都要甲考核界。这种粉红色草看起来碰晒晒，佮有毛，看起来真浪漫，吸引真侪民众来遮翕相。这种粉红色的草学名叫做粉带乱枝草。南投一集有农场业者引进来种看卖啊，不过农委会认为讲这是外来有害生物，必须要移除。民众拢感觉是真可惜，因为看起来是真水。毕竟这里算蛮美的啊，少一个景点就是大家可以来这里拍照啊，因为现在毕竟网美是真的很多。当然还是会觉得很可惜，就少了一个拍照的景点。但是如果就是为了环境好的话，还是希望可以移除掉。农委会防检局认为，粉带乱枝草生长力真强，来多种的歹环境，有真悬入侵的风险，该列入杂草类有害生物的清单，并且在今年6月发文予地方政府，无因家己凊彩就种，还佫该摊开。不过农场的业者是强调，伊是伫政府公告进前就引进，而且也无该摊开的情形，希望用吊开讲听话，看是不是有害。我希望政府单位抱持的你审慎，你要参考资料，不要因为环保人士不懂，稍微抗议或检举，你就把政府单位好像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样子你可以带动地方观光的东西，你就要把它毁掉是不是很可惜？是先请业者他自己先清楚了，那如果后续倘若业者没有配合，我们再进一步再跟业者这边辅导，看是否能够在某一个期限内，将这些目前视为有害的这些作物来做移除。南投县农业处表示，会要求业者家己来移除，不过在法令上，认为中央法规在公告这方面有无完备的所在，会向农委会林务局、要农委会防检局来建议，制定更加明确的作业规范，以免县市政府辅导业者时阵出现争议。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几啊天连续变大水雨。所以，伫出海口的海水咸度都变较正。地处彰化一寡人港市的蚵仔甲蛤蟆是拢死了，剩无甲2成。即马收成受到影响，价数嘛跌咧大起。目前蛤蟆一斤是已经花到100块，也若蚵仔的价数嘛已经起到100啊。为蚵朋友带规罐蚵仔，有一大半拢干那剩空壳，中秋节都要到啊。蚵农拢期待蚵仔卖着好价数，但是即马会使收成的蚵仔，敢若剩大约2成，互蚵农要靠无目屎。这才几米尔，那么死的较多呢。蚵农表示，进前连续几啊天落大雨，海水咸度去互水冲较正去，互新港线西附近的养殖户第一个受到影响。若是蚵仔受损严重，蛤蟆的状况同款惨。今年中秋节的蚵仔甲蛤蟆价数恐惊袂偌俗。咸粉啦、水粉啦，伊会变来变去啦。咱这种海水的物件，伊会变正，黏咪咸啊。所以蚵仔冻袂掉就死啊。那如果有达到整个农业的灾损的情形，我们也会根据业属全力来争取看可不可以这一次帮我们列入专案来救助帮助我们这一些养殖的渔民渡过难关。彰化县农业处表示，新港乡登记的蚵仔户有62户，线西乡有10户，也佫有无登记的养殖业者。
目前县府除了开始统计相关的损失，卖来会同水池所的专家了解水质的变化，想办法来找出影响极端气候的对策。记者张华综合报道。在1914年正式营运的嘉义市东市场，长期照顾在地人生活的需求，就亲像是嘉义人生活的历史同款。地方的文史团队配合建筑、甲艺术等等的资源来开课程，邀请高中也有高级的学生做伙来设计，让市场会当有新的面貌，嘛希望让大家了解传统市场的文化。带高中的学生设市啊，毋但看传统的生活，嘛要看空间的改善。嘉义市在地文史团体为要活化市场内部使用的空间，邀请高中的学生做伙来参与。东市场的现况，然后它会有一些闲置的摊位呢，是目前没有被高度的使用。那团队觉得说，就是可以给青少年这个机会去，让他们提出他们的想象。在课程的安排当中，主办单位除了带学生入捌市场，嘛请大商来讲东市场的问题甲故事，希望加强在地囡仔对这个传统市场的感情。其实我起初也都不知道这里的历史啊，或者是之前在这里曾经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像是其实他有做的规划，其实我以前也都没有发现。对，然后是参加这场活动之后，发现像是原来有一群人这么致力于在想要经营好这个市场。这样，那个想法当然是觉得不错啊，对啊，可以有那种看能不能有那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然后再加上传统的元素这样子。主办单位表示。这个课程的成果是当市场的大商甲在地囡仔做伙完成的，接来嘛去找主管单位提供这个作品，希望会当替这个市场的空间带来改变的第一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咱台湾各地甲外岛地区，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不过过到了后，就会有短暂的雷公雨。也若山区甲大台北地区雨就会较大阵，嘛爱特别注意。接来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金门天后马祖。上低26度，上悬32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